活到100歲先知道，將山藥同瘦肉一齊上鑊蒸一蒸，作用竟然咁犀利㗎，解決咗家家戶戶嘅煩惱。下面分享你一個古老嘅配方，你花10個億都買唔返嚟。呢個係我93歲嘅外婆偷偷分享俾我配方，記得點讚收藏一下啦。俗話講，山藥食得好，養出好皮皮好胃胃啊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道營養又好食、健康嘅美食，有菜有肉仲有湯。嚟睇下今日呢啖湯嘅主要食材先。首先準備咗山藥、瘦肉、羊肚芹、雞蛋、少少薑片。今日呢啖湯嘅靈魂所在呢，就係呢4個瓦罐啦。用瓦罐嚟燉湯啊，哇，營養又健康又方便喎，而且做法簡單，記得點讚收藏一下啦。首先呢，將肉切成粒，再切成塊。朋友們，我將自己終身受益嘅養生食療小妙招，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，可唔可以辛苦大家幫手點個免費嘅小紅心，鼓勵同支持一下？萬分感謝大家，記得剁肉嘅時候呢，係要用呢個碗力去剁，嗱，就咁用呢個碗力去剁就得噶啦。剁好個肉末呢，裝入一個大啲嘅大碗入邊，再將呢個洗乾淨嘅山藥去皮。好多人呢話去山藥皮啊，記得要戴手套，但係呢我唔使喎，點解啊？因為我皮粗肉厚啊。真唔真啊？然之後呢，用呢個兜背啊，將呢個山藥跌成肉末，將山藥同埋肉末呢放埋一齊，加入少少食用鹽、胡椒粉、1匙羹生抽、少少薑蔥料酒，伸出我強有力嘅左手，然之後戴上手套，將佢抓勻均勻。加入1匙羹澱粉，將佢快速擾勻，然後將攪拌好嘅肉末裝入瓦罐中，裝到1/3咁就差唔多噶啦。然之後呢，將佢壓平，分別打入一個公雞蛋，扣上蓋，上鑊，扣蓋蒸佢15分鐘。好多靚仔靚女啊，成日都會問一問呢個瓦罐。呢個瓦罐啊係瓦質嘅，佢有400毫升嘅容量，受熱均勻，而且仲特別快㗎。用佢嚟啊，平常時可以用嚟燉湯啦、燉菜啦、燉飯啦，哇，仲可以攞嚟蒸雞蛋啊，好方便㗎。平常時1、2個人喺屋企就咁樣1人1份蒸起身啊，特別方便。嚟，15分鐘夠啦，我哋打開蓋。哇，你睇啲雞蛋都差唔多半熟啦，放入羊肚芹同埋薑片。然後加入熱水，扣蓋，再蒸上佢15分鐘，咁樣啊，營養一啲都唔會流失，仲要呢15分鐘嘅時間，雞蛋啊係唔會老㗎。然後再開蓋，放入少少枸杞同蔥花，蒸佢2分鐘就得㗎啦。嚟，夠鐘！哇，睇下啲靚嘢先，大功告成，簡單。你睇下啲色水唔會油膩㗎，好香啲菇味啊！咁樣燉出嚟嘅味道真係特別，唔錯。又到咗我最中意嘅飲湯環節，嚟返佢先。哇，你睇下幾靚！咁樣蒸出嚟嘅肉啊，一啲都唔會柴啊！個雞蛋咁樣蒸啊，都唔會老㗎，啱好。哇，啲羊肚芹啊，已經蒸晒出味啦，滿個芹菇味啊，真係正。嚟試返啖先，正啊！呢個湯掂當啊，好鮮甜。哇，你諗下，又有羊肚芹，又有山藥，又有瘦肉一齊燉出嚟嘅湯，仲係嫩嫩地，真係好好食啊！記得啦，唔使加鹽就已經好好味噶啦，因為前面呢山藥同埋呢個瘦肉啊
混合嘅時候已經放咗鹽同醬油㗎啦，啱啱好。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或者老人家唔想食飯，你就咁樣燉一個簡單又方便嘅靚湯，嗱又有肉啊，又有菌菇，又有靚湯飲。呢個湯啊，湯鮮味甜，真係唔錯。記得點讚收藏一下，或者轉發俾你個屋企人試一試啊！